国巴黎罗浮宫最近调查头，伫咧休馆3天了后，其他无出代志的区域总算是重新开放。也毋过咧，这维安有关受空碰哦，尤其是伫咧博物馆外口的监视系统翕袂照全。也若罗浮宫的馆长是对外讲，伊已经有请示，也毋过这法国的文化部并无甲批准。发生重大惨的巴黎卢浮宫，伫关3天了重新开放被偷所在以外展区，现场游客意愿未少。无讲是加挂警卫甲警犬四界巡逻，在歹徒无甲7分钟就得手价值高达30亿新台币的法国文化宝贝，而且佫美国监视器，亲像电影共款的窃盗手法，其实1976年就捌发生过。迄时阵偷的是查理10世用伫124年甲缅甸的典馆宣召正式剑，这文物甲即马依然是下落不明。Plus de 40 ans. Aucune direction, aucune présidence n'a essayé de corriger cette erreur, cette absence de vidéo extérieure. Voilà, la question demeure. 伫参议员严厉质问之下，卢浮宫馆长戴卡赫也承认，博物馆外边监视器确实无够，甚至被头展区阿波罗灯笼迄一边唯一安装摄影机根本无翕到被冲击的迄阳台。What we see in movies, it's so difficult, but in reality, it was so easy. It's creepy. Alors c'est là notre faiblesse, si nous en venons directement au point faible. Au fond, nous n'avons pas repéré suffisamment à l'avance l'arrivée des voleurs. 戴卡赫一地场听证会顶员也表示，伊伫重大惨发生了，已经提出辞职，做互文化部长驳回。戴卡赫也强调，2021年伊就任以来，官方已经将整体维安计划提悬到概念性阶段。这个相当复杂的计划，伫确定采购条件进前，要先甲专家进行细节分析甲准备，也建议伫馆内设置派出所负责维安。法国总统马克宏自己透过发言人表示，要赶紧加强卢浮宫的保安措施。要行被偷文物以外，一件属于拿破仑3世太太奥仁尼红袖的袖冠，竟然伫案发了后，被巴黎警方伫卢浮宫附近找到。不过，伊的结果损害严重，研判可能是提出展示柜的时阵损坏，官方也进行修复。公司新闻，洪如梅报道。